他今夫站得不站。
是他做噻，还是为书房读书去嘛？
他为我是那失望，谁叫我修人大大又难上？你是谁呀？哎呀，他为我成男不女呀！他是谁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？莫非是花妖似锦夜迷神，变成了美女来我手郎？莫非是牡丹小姐大书房？小明儿虽叫牡丹，却有贵不是天下。哎呀，我这是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未知原因，失敬啊，是失敬。哎呀，不公啊，是不公啊！小姐，小生书房见人，我不到月下当手。小姐，请坐。啊，你也请坐啊！我有。长郎，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